我係長跑運動員張耀良，我係一個全職嘅跑手而家。做揸車送貨嘅，我真係做咗20年都係做揸車送貨啦。咁以前我返凌晨工嘅，咁就3點鐘起身啦，咁就收工食埋飯，就1至2點就返到屋企瞓覺啦。咁啊瞓1至2個鐘，咁就起身練習，日復日都係咁樣返工瞓覺練跑咁啦。呢個生活由18年開始維持到啱啱今年6月辭咗自己嘅工作，全職做運動員。2年，感覺自己有啲好明顯嘅進步啦，係啦，開始有啲收成，時間有啲突破嘅感覺。就係呢個上尾半馬係突破咗，呢個去到67分啦。之前都係好似係112咁樣，109係突破咗分半鐘咁樣，呢個半馬係嗰一刻啊，就開心到喊，之後就係啦，之後就諗下全馬方面都想有啲突破，係啦，都係嘅，呢個係運動員都唔可以避免嘅，係，但係就都會一直跑落去嘅，係嘗試下突破啦，係啦，唔想俾年齡限制住啦，係有時啲練習恢復方面都係真係比以前差咗，但係都只要個心咧唔認輸咧，都可以繼續落去嘅，我覺得係。可能我自己心境都比較後生啦，係啦，成日都唔認輸啦，係啦，唔想俾年齡限制住啦，係。人哋話馬拉松係中年人嘅咩遊樂場啊嘛，即係我想係啦，都證明一點係咁，想喺40歲前都做啲突破啦，係啦，喺全馬方面嗰陣時候，俾自己時間係1至2年啦，係啦，睇下做唔做到目標時間突破呢個220，咁突破咗220就都可以去返工㗎啦。